今天皇上翻了谁的牌子啊？皇上好像到现在都没有离开养心殿。是吗？别是傅恒他们把几个小妖精弄到养心殿去了吧？那他的胆子也太大了。奴才敢跟主子打赌，能把那几个小妖精藏起来的没别人，肯定是傅恒。弄不好，傅贵妃也知道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傅恒一定是干了让皇上顺心的事儿，不但赏了主考官，就连傅贵妃也跟着沾了光。皇上已经去他那儿好几次了。这些人为了争宠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？你去一趟养心殿，去给皇上送点汤，就说是我亲手做的。奴才明白。大人，大人，这是我啊，大人，是我呀，是我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？皇后那边给主子送东西来了，烦呐！哎呀，那什么，皇上说了，来的人都得在外面等着，没叫谁，谁也不能进。怎么，主子歇了？哎呀，问那么多。主子现在正和傅中堂在议事，没叫到你，你进去干嘛呀？那我就在门外候着。候你的吧。哎，别乱吓我。是。哎，主子来了，要早点叫我。是。开张明义，不偏不倚；直入公堂，不屈不回。这才是天子命题的气魄。甚得朕心，甚得朕心呐！就这样定了。除了看折子，就是回事。这一天下来，连个抬头的时候都没有。那主子早点歇了吧。臣告退。等一下，你把那几个月坊女子安置何处了？皇上，我看您还是不要去了吧。怎么？这几个人既非选秀，也非供奉，出入皇上身边，毕竟在名分上。你这个主考官还没有进考场，就先端起道学先生的架子了。皇上，皇后去畅春园，我看恐怕醉翁之意。我不糊涂。朕要不是看在他在拥邸的时候就跟了朕，太后也还喜欢，朕才容他3分。皇后母仪天下，整理宫闱，那也无可厚非呀。那是她的事，她母仪天下，总不能把朕关在笼子里吧？因为这点小事，致使帝后失目。不要再说了，告诉我，那几个人安置何处了？臣不敢说。臣宁愿3缄其口。好，那朕就放过你。那就不说。谢皇上。写下来。这。朕已经让你一步了，已经是开大恩典了。这还敢抗旨吗？啊，不敢。那就写下来。来人！奴才在。备一乘轿子，随朕出宫。皇上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
正义不语。看好了。 主子，主子，傅中堂果然在皇上那儿。听到了什么吗？一开始是说大考出题的事，后来，哦，说到了主子去搜园子的事儿。那几个小妖精的下落，看来傅中堂真的知道。哼，可能是怕隔墙有耳，傅中堂很小心。皇上问他人藏在哪儿，他在哪儿？ 哦，在这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藏小妖精的那座园子呀。你没长眼啊！你看这是什么？这应该就是藏人的地方呀。奴才是亲眼看到傅中堂写在纸上的。胡说八道！这是皇上的字。皇上写的什么？奴才看不懂。 这是四书首句。四书，什么是四书首句呀？就是四书中的第一句。可傅中堂明明写了。这是皇上出的考题。奴才没用。哎，等一下，拿来。四书首句，没错。 是今年皇上出的会试考题。你说，这要是泄露出去，会怎么样？这可不得了！要是露出去，那是要死人的。雍正8年，科场弊案，主考官张廷禄泄露了考题，被腰斩弃市。张廷禄，那可是张廷玉、张中堂的亲弟弟呀！哼。 傅恒也是傅贵妃的亲弟弟。我说，跟我作对，绝对没有好下场。谁让你助纣为虐？怪不得我。嘿，哎呦，李大侍卫吉祥！这么热闹，你发财了？哎呀，可不嘛，3年一次大比，满城都是橘子，是比平日红啊。我还是楼上临窗的那一间啊。哎呦，李大侍卫，对不住啊，楼上那间有人占了。谁啊？据说是个半仙儿，能测今年的考题。哎呀，这都是骗钱的嘛！这位老兄骗钱的本事可大了，要想进门先交20两银子。啊？哎，真敢开口啊！说是得了什么人的真传。 带我上去看看。是，请。三才就位。哀叹情深。
科考题，字书首句。此乃神事，上不可告父母，下不可告妻小，切记，切记。哟，客官，来，里边请。啊，哪里啊？里边。好，来，坐这儿吧。嗯。哎，客官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客官，您尝尝我们这儿的招牌菜——桂花童子鸡、香糟鸭掌。好啊。这位爷是进京复试的吧？嘿嘿，我是来拿状元的。哎，爷有志向。不过，您要是事先多知道一点儿，那不就十拿九稳了？嗯，难道你们这里也有人降仙吗？咦，那算什么呀？他们都是骗人的。别人是骗人，你们就童叟无欺吗？别看我们店面不大，来的人多，路子广啊。我们掌柜的，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你要是有心的话呢，一口价20两。哎呀，10两银子我卖给你。你这不是骂我吗？我怎么是骂你呢？你想想，会考试题那是皇上御笔亲出的，对吧？如今都落到你手上了，那还值钱吗？啊？哎，也要这么说的话，小的跟你打个赌。好啊，怎么赌？题我白告诉你，如果错了，你在我们这儿白吃1年的香皂鸭掌。好啊。要是对了呢？对了，我给你40两银子。一言为定。见鬼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今天见，已经定了吉辰。明天子时之前，各棚房官、各有司执事入场后，寅时出客，正副主考入内必见，迎奉亲命考题。辰时出客，贡院祭孔；辰时正客，鸣炮开集成。等吉辰。这么多人，等得真像模像样。开玩笑的，这是开科大典，天子招门生，还有比这事儿更大的吗？在这个时候，就连过路的神仙都得绕着走。你提起神仙呐，我还真碰见一件神事儿啊！外面有人卖考题。少见多怪，这也算新鲜事儿啊！一到这个时候，什么神仙道士全出来了。哎，可是我碰见2个人卖的题都一样啊。八成是一伙的吧？哎呀，总管，不像啊！哼，这是跳龙门的考题，出自御笔。哼，不开黄蜂啊，恐怕就连主考官都不知道是什么。时辰到了，赶紧办差吧。
是。吉臣到，主考官殿前候驾。陈复恒，攻领御题。我还跟人打赌了，打什么赌啊？考题呀！我没说吗？不开黄蜂啊，谁都不会知道。 可那家伙他还真敢赌啊！你知道赌什么题啊？四书手句。是谁在说话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和人打赌。和谁？街上那些卖题的。中堂，不要多嘴，退下。这，你回来。 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跟人家打赌，不是这句。那家伙真敢赌啊！不是下一句。四书手句。对，四书手句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不是我说的，是那个卖题的人说的。不可能！是啊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没人能知道的。这怎么会有人知道呢？ 中堂大人，您是不是？王普，哎，回皇上，我要立即见驾。不是这个是去。是。站在原地，任何人不能擅离半步。是。麻烦二位，立即去贡院考场，就说监天司推算吉臣有误，进场时间向后推延。各棚考官即应有司执事，原地待命，不能擅离半步。违令者斩。是。 你跟我来。这怎么可能？好险呐，主子！幸亏还没出宫门，这要真是到了贡院，进了考场，发了题，那可就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复恒，这题除了朕。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。皇上息怒，主子，傅中堂一向办事勤谨，绝不会干这种事的。怎么？你说还不止一个人？禀皇上，我一转身的功夫，就在街上碰见2个。皇上，事过之后，您可以治臣以百死之罪，可现在不是追查的时候。 几百举子等在贡院，一点风吹草动就不得了啊！开科举事，关乎社稷稳定，关乎满汉协调，是重的不能再重的事了。臣一人生死事小，伦才之典事大，当务之急是急行补救，绝不能乱起来啊！这倒是宰相城府。你说的很对，起来吧。 谢主子。你怎么向外间说的？臣说，监天司推算及时有误，让他们暂候，各方考官不得离开。朕重新出题。臣请回避。留下。你还是主考官。快，把门关上。
哎呀，吓死我了，中国大人！你小子啊，立了一个天大的功劳啊！什么？如果要是再晚半步，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头要落地呀！傅中堂就是头一个。那哎，你小子算是积了阴德了，救了多少人的命啊！我，哎呦喂，不愧是李瑞的儿子，嘿，你小子长得歪七扭八的，居然按住了一个天大的案子。哎，中国大人，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打听那么多干什么？站好了，好好站岗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什么？临时换题了？听说开场推迟了2个时辰，怎么回事？别是出了什么纰漏吧？主子担心什么？考场漏题可是泼天大案，我担心一旦被追查出来，主子放心，奴才用的是双保险。我出去卖题的时候，所到之处都故意留下傅中堂的名号，所以换不换题都没关系，只要抖了出来，最后都能找到他傅恒的头上。你倒是聪明。只要是主子看着不顺眼的，想整个人还不容易吗？喂，你小子，我跟你打赌试题的事情，你是不是想耍赖呀？赖啊？没赖？怎么回事？没赖？没赖吗？哎，掌柜的，就是他来找茬，就是他。小子，你还敢嘴硬？让你尝尝我这浑元震天掌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嘿嘿，我是一个打死你都不用偿命的人。说，四书首句是听谁说的？你就想知道？卖题给你的人到底是谁啊？说啊！我说，是主考官傅中堂的人。哎呦，问出来了吗？问是问出来了，可是这事儿有点麻烦啊。怎么？怎么说呢？到底是什么人卖的题？人是抓了几个，但是供出来的都是同一个人呐。那不是很好吗？不好。哼，你告什么名堂？卖题的到底是什么人？非要说吗？说。他们都说是你干的。好在此事圣上及时察觉，得以补救。不过，既然外间已经有了传言，又有成百上千的举子翘首以待，后面的阅卷、发榜、殿试一件比一件重要。这只是传言，尚未查实。御史们已经上了折子，如果没有个交代，怕难以服众。我大清从来不阻言路。你们说该怎么交代呀？臣斗胆直言，傅恒既是中堂，也是主考，同时还是皇亲贵胄，身份与众不同。防人之口，甚于防川呐。唯有亲者严，疏者宽，方能平无益，服众望啊。你担心什么？担心朕偏袒外戚？自古圣贤，天道无亲，望皇上明鉴。这件事，朕一定会查清楚的。你们先跪安吧。谢皇上。外边嚷嚷开了，说考前漏题，几乎酿成大祸。这么快？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这么大的事还能包得住吗？听说已经有巡街御史封文奏事了。好。傅中堂的日子
这回怕是不好过了。不过这傅中堂圣卷正龙，一个风闻奏事未必就能整得倒他。开了头就好办。巡街御史可以风闻奏事，我也可以吗？您？听说傅恒从南边弄来几个不三不四的狐妹子，军前邀宠，淫乱宫闱，难道我就不该念叨念叨吗？见皇上，糊涂，那是自讨没趣儿。那该跟谁？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。哦，老佛爷，你到底招惹上什么仇家没有？我身在相府之位，每天大事小事，决断无数，甚至是生杀予夺。但那都是公务啊，我自信没有什么私敌。你自小为人忠厚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可这次谢题竟然假托你的名义，我看像是有人想置你于死地呀。我心底无私，什么也不怕。真要有人想害你，还会听你说什么无私吗？皇上让你和我见见，也是想让你和我一起想想，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。姐姐就不用操心了，我的事我自己料理，牵连不到姐姐。说你心眼实在，还真是不假呀。如果你真的出了事，我还会太平吗？你以为这后宫是什么地方？一点不比你那个官场安静。这么多人挤在一块侍奉一个主子，谁不想多得些雨露恩宠？谁愿意一年到头空房独坐？别说皇上到谁那儿多些，就是多给谁个好脸色，都会招出想不到的是非呢。这科考谢题和后宫恩怨能有什么关系？上驾到！臣叩见皇上。有御史参你们。臣早有耳闻。皇上，臣妾敢以性命担保，傅恒出了养心殿，绝不会跟第二个人说到题目的事。我知道，可是科场无小事，即便是朕，也挡不住议论纷纷。依臣妾拙见，这次的题谢得有点奇怪。这次不像是以往那些科场弊案，或拉些朋党，或帮谁跳个龙门什么的。卖题的人好像是漫无目的，而且还故意留下名姓。我看像是有人故意栽赃，陷害傅恒。傅恒不像是有什么私敌的人。我也是这么想，可一时又想不通。臣以为，还是就事论事，不宜揣度在先。当务之急是查清题是怎么泄出去的，是什么人泄出去的。你回去以后多调人手，给朕仔细的查。臣身在当世，应该回避啊。御史们不过是分文奏事，可听可不听。朕要用人，还要看别人的脸色不成？启禀主子，太后传唤。王普，奴才在。这件事交给你，你把能进出养心殿的宫内人等，给我仔细的查一遍，一个也别漏过，手段随你。这有什么情况，马上回傅中堂。主子，这风口浪尖上，傅中堂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？你也来教训我？奴才不敢。朕的事，谁也别想指手画脚。这
皇上吉祥。给皇额娘请安。坐下吧。我让他们特意给你煨了点鹿茸龟血汤，补补吧。儿子还好。身子是你自己的，别不知道爱惜。要是早早掏空了，到老了怎么办？谢额娘惦记。听说考场那边出了点麻烦。还好，没出太大乱子。主考官是傅恒。是。年轻轻的就出任主考，上得很快呀。他已经是大学士了。那还不都是你给他的？儿子用人一向很谨慎的。我知道那是你的政务，我不多说什么。可是要有什么人弄出些个歪门邪道，祸及宫闱，我是不是该问问呐？母亲说的是什么？这臣子嘛，谁不想讨主子喜欢？邀宠幸近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，可凡事都要有个尺度，不能太离谱。傅恒他办事规矩，品行端正。是吗？我看未必吧。他和你一起去了南边，是不是？是。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没有？不知道母亲指的是什么。这宫苑说大嘛也大，说不大嘛，要是多出几个来路不明的人，也不是谁都看不见。母亲指的是，这儿也没别的人，直话直说吧。有几个秦淮河上的歌妓，住进了畅春园，有没有这么回事儿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老话说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妓，天下的男人都犯一个毛病。你皇上也是肉体凡胎，怕也是躲不过去呀。儿子不过是合拍暗举，一时轻松，无伤大雅的。这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。你要是觉得后宫寂寞，到时候3年1选秀，让他们多费点心，给你挑些个好的来。齐人家的女孩子也有出息的，随随便便弄几个歌妓入宫，你就不怕别人说你冲闯了祖宗牌位，就不怕别人说你后宫不整吗？我气的不是你，你是在玉庆宫里长大的，那些个下3堂子的门朝哪边开你都不知道。要不是有人带你进出，你是做不出这种事来的。那几个人还住在畅春园里吗？傅恒已经将他们类刑安置了。你看怎么着？说什么来着？果然不错。哎，就是那个傅恒。母亲有所不知。怎么？我冤枉他了？傅恒他，也是为了帮儿子。他不帮你帮谁呀？他能帮我吗？这样的臣子，你还说他是好人？母亲言重了。我知道，男人嘛，要是这狐妹子上了身，几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可是你是皇上，你的身后是大清的天下，什么轻什么重，你该比我明白。还是那句话，朝里的事情我不管，可是如果有谁乱了天家的规矩，勾引出什么邪的歪的，是我的儿子我要管，是你的臣子你就要把他踢出去。
主子，皇后来了。叩见皇后，不知皇后大驾光临，未及更衣。进来说话吧。皇后，今儿怎么有空过来走走啊？过来走走？哼，你也是位贵主，我们这宫里头什么时候有想去哪儿走走就去哪儿走走的规矩呀？是啊，皇后提醒的对，我是在太后那儿领了懿旨的。你那个当中堂的弟弟，差事办得不错嘛。你们傅家也是体面人，想出人头地，不能不择手段，做出有辱门楣，让人家在背后指点的丑事来呀。不知皇后指的是什么事啊？哼，你那个兄弟傅恒，为了哄主子开心，邀恩顾宠，偷偷的从南边弄回来几个秦淮歌妓，放进了内院。这事儿你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哼，你不用装出那副无辜的样子。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说了，我就信。就算你不知道吧，可是老佛爷知道了这件事，很生气。其实这件事我也可以直接过问，可我念在你我姐妹的情分上，还想给你留点面子。你出面，还算是自家的教训。傅恒他虽然是我的亲兄弟，可是见一面也是要奉旨的。你不要再找借口了，你们姐弟俩离皇上比我近，怎么讨旨意还用我吗？该交代的我和你交代了，你看着办吧。问明白了，直接回太后。这个宫，我不和你抢。至于那几个小妖精，活着我要见个人，死了我要见张皮。都是你干的好事，你干点什么不行啊？你想害死我呀你？你说说。好端端的，你跑到秦淮河上给皇上找了那些下九流的东西，你是想害死我呀？姐姐，你有所不知，那不能怪我呀。不怪你怪谁呀？啊？我去怪皇上，皇上能有错吗？你也跟去了，人也给带回来了，你还帮着藏了，人家不骂你骂谁呀？啊？你那个中堂不好当，我这个贵妃就好当吗？人跟人都斗得跟乌眼鸡似的，恨不得斗光了别人，只剩下自己一个才高兴。在家长到10几岁，爹娘没说过一句重话，这可倒好啊，让人家嫌一句淡一句的，把咱们整个傅家的门楣都卷进去了，让人生生的往脸上打呀！有个地方我都想钻进去了。天哪，你这是想气死我呀！姐姐，身子要紧啊！我连脸都已经没有了，我还要什么身子呀我？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让我死了算了，放开我！爹娘还在，姐姐不能。要不是想到爹娘，你早就见不到我了。姐姐是最想笑到的，姐，爹娘在，不登高不临渊，何况动刀动剑。姐姐千万不要一时糊涂啊！是啊，不登高不临渊，可没说不许出家呀。你帮我回了皇上，爹娘就说
我要自检青丝，许身佛门。姐，你们快过来拉住他！姐，快点拉住他！姐，快拉住他！快拉住他！御史们闹闹哄哄的，让朕怎么办？哼，朕不是神仙，一天半日的能了断这么多事吗？好了，你们先下去吧，朕要静一静。臣告退。茶怎么是凉的？哎呦，怎么伺候他？快，换热的。下去。回主子，那几个丫头，我好歹给接出来了。嗯。主子。那几个丫头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朕怎么知道？要不奴才去弄条船，给他送回去。朕还是皇帝嘛。是啊。不都说朕富有四海吗？不是万物皆备吗？怎么连放几个人的地方都没有？皇上，现在是皇后那边一日三问，逼得紧呢。少跟我提他。主子，这个事情他已经惊动了老佛爷，要是不弄个水落石出啊！杜甫，哎呀，主子，人家怎么说也是后宫之主，合情合理呀，咱也不能堵人家嘴呀。他要是再纠缠不清，朕就废了他。主子，这话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奴才连听都不敢听啊！怎么还是凉的？换！哎呀，慌慌张张的，什么事儿啊？回主子，富贵主要削发出家。什么？说是没了脸面，连剪子都拿出来了。拦住！快点拦住！那边都哭着跪着呢，就怕……你去传我的话，说朕不准。快去！快！我的天！主子。